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《六祖坛经》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9页，解说甲正文第19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7节；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7节，就是解说甲淡无言实无功德。即马就要对下面继续来甲咱各位说明。下面就是弟子未达处理，愿和尚为说。此曰实无功德，不宜先生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坐视道经。报是实在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变为功德。功德在发心中，不在修福。这就是为此事来请教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对伊回答：为此事。对慧能大师安尼讲啦，讲我呢有听到达摩祖师来咱中国，最初呢就是要来度化梁武帝。迄阵梁武帝问达摩祖师讲：我一生坐视道经，报是实在，有啥物款的功德无呢？达摩祖师甲伊讲，实在是无功德。这呢是为此事啊，引起达摩祖师甲梁武帝的对答，摕起来问慧能大师。所以下面就讲弟子未达处理，愿和尚为说。弟子就是为此事本身呐，讲伊家己本身。讲我呢，未当好来了达这个道理，对这个道理毋捌，所以愿望你回想啦，来为我来解说，为什么伊毋捌这个道理呢？依照为此事的想法，梁武帝一生去了真正济事。度真正济出家人，搁在报施实在啊，应该是功德真大才对。为什么达摩祖师甲伊讲实实在在无功德呢？对这个道理，为此事啊，也感觉到讲奇怪，所以才讲做伊无了解，爱慧能大师来甲伊说明。在《传灯录》达摩经内底啦，就记载梁武帝甲达摩祖师一段的问答。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，就讲：自从我就位以来啊，启示啦、写经啦，都出家人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到底是毋是有功德啊？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直接了当，就甲伊讲做无功德。梁武帝搁再问伊啦，讲为什么是无功德呢？达摩祖师甲伊讲，你这啊是一种的人天小过有漏之因，敢若像迄个影随着迄个形，虽然有呢，毋是实在。梁武帝就问伊啦，讲哪呢？啥物是真实的功德呢？
迄当时阵，达摩祖师该回答，讲正地妙缘，铁自功德铁自空寂，如是功德不以世求。这个道理讲了太深啦，这位梁武帝的根本就听无，袂当了解。在这个所在，咱必须爱了解呢，就是讲这个梁武帝，伊乃是站在迷悟、凡夫圣人对待这款的分别见解来伫咧问问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呢是用迄个第一议题无分别的真理来去甲伊回答，所以对达摩祖师的回答，梁武帝根本无法度去客气，因为梁武帝伊是为着求世间福来归佛教。达摩祖师呢是离开了世间，在迄个无所求之下来学佛法，将迄个佛法呢完完全全给显示出来。所以对迄个求功德梁武帝来讲，实在是无功德。这可以讲就是达摩祖师大智大悲的说法啦。一个是咧求世间法，一个呢是用出世间法的立场来去甲伊开示，当然就袂客气咯。因为袂客气，所以达摩祖师呢就离开了梁武帝，就到北方去了。迄当时阵，这位为出师来问慧能大师讲，我也袂当了解，为什么达摩祖师来甲应讲是无功德呢？师话是无功德，无疑先生之言。师就是咧指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对为出师讲实在是无功德，无疑先生之言。讲你毋通怀疑先生所讲的话，伫遮所讲即个先生，就是咧指达摩祖师。先生之言就是迄个无功德迄句话。对达摩祖师讲无功德即句话你毋通先去怀疑。为什么呢？讲武帝心邪不敌正法，做事道正。报施实在，并为求福。讲这个武帝伊的心邪，但在这个所在，咱来注意所谓叫做讲做邪呢，毋通甲伊解说迄个歹的方面。就是讲这个武帝伊是一个凡夫，伊是站在世间法来去看佛法。就是讲，以这个世间凡夫心来去看佛法，所以呢，伊来启示啦、导出家人，目的就是看会当好得到功德呗。那就是讲，伊是站在迄个有所求、有所回报，要来去做事，要来去度众，要来去布施实在。安尼呢？名叫做讲做心邪，这个邪意思就是讲无符合着佛道的正法，因为佛道的正法应该布施嘛是三轮体空，就是讲袂使咧有一个布施心，记面讲我是一个布施人，袂使咧呢记面讲对方接受我布施，袂使就讲哇我布施真正一物件，袂使有这中间的布施之物。灵施所施中间之物，拢无着迄个所在名，叫做讲三轮体空。真正的布施是安尼才会使，但是武帝毋是啦。武帝布施在心肝底呢，想要求功德，这个名叫做讲做心邪。这个心邪，咱毋通甲当作讲是一种邪魔外道的邪。
那个当中讲是消磨外道下，那就炒了，会使讲食远。因为武帝究竟也是一个真正虔诚佛教徒，伊本身呢披衣清丽，披衣满咧，搁再去讲放讲八节经，讲涅槃经。当然呢，伊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，不过就是讲，伊对这个世间名利心不断啦，也未当好转凡成圣，也阁是以伊这个凡夫的见解啊，认为讲凡是学佛修行呢，就是要求功德的，只是安尼而已啦，所以就该叫做讲说武帝是心想不敌正法。武帝呢无了解正确的佛法，无了解真正的佛法，所以呢就作师道经。但是做就是建造，起示叫做作师，道经就是讲道出家人，起示伊道出家人，也来去布施，来去设财，就是讲来去备办饮食。来供养出家人，讲这呢名叫做讲求福，这只是一种的求福而已啦。所以达摩祖师甲武帝讲：“你这无功德。”武帝问讲：“为什么较无功德呢？”达摩祖师甲讲：“你这是人天小过有漏之因。就是讲你安尼去做啊，你来生会当做人，来生或者是去天上做天人。”这只是小小的果报而已啦，这是一种有漏之因，原来是一种的生死之因啦。原来是在六道轮回中的有漏的福报而已，这呢毋是一种的出世功德。咱从这所在都可以了解咯。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，虽然是讲布施，但是呢，咱毋通。以为讲我今日布施就是要得到功德，毋通我布施呢就是要得到福。若是布施想要得到功德，要得到福呢，这就是错误。这都袂使。所以慧能大师才甲为出师讲啦，讲作师道经布施实在啊，这名叫做讲求福。讲不可将福变为功德啊。讲毋通将这个福，这个福就是咱世间的福报，毋通将这个世间的福报呢，甲伊讲这就是功德。慧能大师将世间的福报甲功德呢，甲伊分开说明。这款的讲法呢，可以讲也是真正特别。咱平常时可能把这个功德甲福报啊，拢甲伊纳做一回讲。比如讲，咱伫咧称赞人讲：“哎呀，某人啊，你安尼布施，你的功德真大啊！你下摆会真有福啊，来生你会安怎样？”结果呢，拢是将这个福甲功德甲伊当做一伙。但慧能大师毋是，慧能大师是将福甲功德甲伊分开。福，这是世间有漏之福啦；功德呢，这是一种出世功德。那什么是福呢？这个福，譬如讲，咱在这个世间有福的人，正清大，真正富裕，真正充足；无福的人呢，无通食，无通种，无通大，这就是福啦。福，这是真正有人爱修才有，若是无修，当然连福嘛无。不过要哪样修法？参如达摩祖师安尼，参如这个。梁武帝安尼，以后来启示伊啦，或者是道道出家人啦，布施设财啦，这拢会当互来得到福。但是呢，福甲功德差真远。功德这是属于出世法，毋是属于世间法。所以下面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功德在发心中啊，不在修福。讲这个功德啊，乃是在迄个发心中。功德呢，毋是在迄个修福。修福呢，只是会当得到福；修福呢，未当得到功德。在《维摩经》的会员所内底，我来讲，讲佛
以即个一切功德法性，名叫做讲做法身。就是讲佛呢，是以一切功德法来成就佛身呐。所以佛身名叫做讲做法身。大圣义中观来讲呢，讲这个法身有两种的意思。第一种就是讲显本法性以成其身，就是讲法性就是个身，真理就是个身，这名叫做讲法身呐。第二就是讲以一切功德法而成身，就是讲受一切功德法来成就伊个身相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讲做法身。所以这个功德啊，是在这个法身中，是在这个修福。修福只会当得福，袂当得到功德。这个福，这是人天小果有了之因。功德呢，这是属于出世之法。修福虽然是当享受福报，但是袂当了生死。若是修功德呢，就会当出世当了生死。不同之点在伫这个所在。这是疑问品的第二段，就是说明达摩祖师甲梁武帝的问答。当时呢，也是为此事来请教慧能大师。慧能大师该解说无功德的一句话。下面呢，就是要来说明功德。自这个呢，来甲福德比较，当然就可以了解啦。师又话见性是讲平等是德，念念不离相见本性，真心妙用，名为功德。内心欠下是讲外形依赖是德，自性建立办法是讲心体理念是德，不离自性是讲应用无染是德。若灭功德发生，但以此作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则不轻，相行普境。心上轻人，我不断，即自无功。自性希望不是，即自无德。为我自大，相轻一切国。善知识，念念无间是讲心行平的是德。自修性是讲自修心是德。善知识，功德使自性累见，不是报是供养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。武帝不是处理非我做事有果。即嘛呢？就要来说明功德。师又话，师就是在指慧能大师啦。讲慧能大师有关的讲啦，讲见性是讲平等是德。讲若论起功德这两字见性就是讲，平等呢就是德。为什么讲做见性就是讲？平等就是德呢？这个见性，就是讲咱呢会当后来得到明心见性，会当得到明心见性呢，这名叫做讲功。你内心呢会当得到平等呢，这名叫做讲做德。这段这就是咧说明功德咯。功德这是属于出世间德的，福德就是属于世间的。功德乃是自性本具的，既然是自性本具，你会当后来见到自性，那你就是有这个功。这个自性乃是一种平等，你会当后来了悟自性平等之理，你就是得到这个德。也就是讲，将这个自性本具的这个功德。会当好来无分别来去活用，那这呢
就是名叫做讲做功德。所以下面则讲念念无智相见自成，真实妙用名为功德。念念无智，这个智就是阻碍意思，就是讲你在这个心一念一念中拢无啥物款的智界，这个智就是阻碍，就是执着。无智就是讲你心呢拢无执着，相见本性，你常常会当好来见到你的本性。本性就是讲咱本来的自性啦，真是妙用。你会当来得到实实在在迄个妙用，这呢就名叫做讲做功德。所以功德到底是啥物呢？这个功德就是讲你本身会当好来见到本性，你本身会当好来悟到平等理。因为见到本性，悟到平等理，当然呢，你的心一念一念中就无智，就是讲未有分别心啦，无阻碍，无跨碍。因为这个本性，这是一种的理，理呢，唔是世间的物质，尤其是呢，这个理是一种平等。那既然是平等，就无迄个差别的对待。咱对世间的物件，因为世间的物件有差别对待，所以咱才分别啦。那既然你会当见到迄个平等之理，当然你心呢就无差别咯。也你会当来常常来见到你的本性，会当使你这个本性来发挥了真实的妙用，这就是功德啦。这个本性的真实妙用，又是安怎样发挥呢？就是念念无智，就是心呢，会当好看世间一切拢都是平等平等。在这个心拢是平等平等这个所在，你对一切法呢无该执着。所以为什么这个禅宗名叫做讲做无自为本，以无念为宗呢？因为真理这是超然的物质的存在，真理呢是袂当互你家执着的。咱世间的事物，因为有一个事物底下，互你做对立的对象，所以你才会当家执着。你譬如讲这个虚空，虚空这个空空内底都无啥物件，你要家分别啥？你要家执着啥呢？当然是无所分别，无所执着啦。同款这个意思，真理呢？这是超然的物质的存在，所以呢，无注着于任何一项物件，就是讲心对任何一项物件拢无去分别，这就是禅的根本。你无去分别，当然就无这个妄念啦。无这个分别妄念，这就是禅的宗旨。伫遮所讲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念念中会当以智慧来照了一切诸法，由这个智慧去照了一切诸法，一切诸法拢是平等平等。那你安尼来去起你这个妙用，这个名就是叫做讲功德。所以在下面呢，对这个功德的具体的运用、具体的表现才提出内心欠下是讲外行以内是德。以这两句来进一步说明念念无智相见本性真是妙用妙为功德的道理。最近先听讲，就请咱个暂暂一分钟，或者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